美国的司法部2020年开始，针对 Google 公司提出反托拉斯垄断的诉讼。去年11月，佮要求 Google 要爱甲业务拆散，也毋过 Google 是反对哦。反映上新的裁定是 Google 无需要分拆业务，也毋过未来袂当限制手机业者只当使用因各项的产品，要爱开放公平竞争。阿法贝下开 Google 甲美国之间5年的反托拉斯法律战有重大进展。哥伦比亚地区的法官美塔裁定，未来 Google 免阁签署排他性的无限所信营运合约。同时，法官也拒绝美国司法部主张的补救措施，也就是分拆 Chrome 浏览器甲 Android 作业系统的业务。因讲是 Google 闪过上严厉处罚，市场弄送一高亏。这官司开始伫2010年，美国司法部指控 Google 垄断市场，手法是开大钱，甲苹果等公司签高额分润合约，确保伊制造 iPhone、三星等智慧型手机浏览器的独家所信认证。When you turn on an iPhone or a Samsung phone, you're searching automatically on Google, whether you intended to or not. 司法部去年提出分拆 Chrome 的诉求，是要为其他所信认证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过 Google 方面是强烈反对。Google, for its part, says it did nothing wrong. It says that the deals were not exclusive deals and that people could change those settings, assuming that they know how to do it. 虽然免分拆 Chrome 等重要业务，不过美塔法官也裁定 Google 爱分享部分所信关键字甲用户数据，互竞争对手，互网络广告市场应更加公平竞争，因为无损害苹果等公司的利益。法官也无禁止 Google 复制互设备商或者是浏览器业者，要求作为有色产品，敢若要求免制造独家有色所信认证。针对将用户数据让互竞争对手的要求 ，Google 烦恼，对手摕到资料了后，应逆向 Google 的技术，所以 Google 进前已经表示，可能对这裁决提出上诉。代表这场法律战，可能还阁需要几啊年时间。公司新闻，安如梅报道。